龍船任我飛，房東有力氣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詞人邦哥啊！我而家所處嘅就係疊滘龍船 L 灣嘅所在地聖塘村啦。咁大家有冇聽過個順口溜叫做疊滘龍船真陣勢，老公爬俾老婆睇，擔張凳仔霸頭位，着一件靚衫就冇失禮。咁其實疊滘龍船呢，佢係始於明朝到而家已經500幾年歷史㗎啦。到底疊滘龍船有啲咩巧妙嘢呢？等我慢慢同你講啊！講到龍船呢，大家可能唔知道喎，疊滘龍船呢有上契嘅喎。咁啊，茶几係契爺，聖堂係契仔，陳風係契爺，三魚塘就契仔，潭頭係契爺，慶雲係契仔。其他嘅龍船呢，相傳都係有契盟，不過都係霧水契爺、霧水契仔嘅啫。咁啊，口頭說契就冇正式上契嘅。咁啊，每到端午嘅時候呢，就契仔先爬龍船探望契爺，歡聚一番之後呢，共享天倫之樂。咁跟住咧，契爺爬翻龍船，送翻契仔翻屋企喎，年年如是，咁啊表現得好和睦，非常之興高采烈嘅。咁啊，講到龍船咧，佢個用料靚啦，龍頭龍尾都係用根本嘅木料，係老年嘅樟木頭，而老年樟木咧係唔係隨便揾到嘅，所以用一般嘅樟木代替。後來咧就非常之有多樣啦。咁龍船全身嘅木料咧，過去就用水松木或者係昆甸嘅，就係比較重。從1981年開始咧，就改咗油木，以後咧就改為杉木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到龍船呢，就離唔開龍船嘅爬術喎。咁喺疊滘水鄉有900幾年嘅滄海桑田變幻呢，咁啊造就咗疊滘水鄉呢，有好多灣啦。咁啊有啲係淺，有啲窄啦。龍船呢又唔能夠並埋一齊嘅，只能夠單船競渡。呢個係疊滘龍船競渡嘅一大特色啦。咁要單船競渡喺比賽裏邊點樣快速轉過急彎，點樣巧妙避開嗰個石陷，用最短嘅時間到達終點呢？靠蠻力呢就唔得嘅，又要考舵手嘅精明乖巧、鬥智鬥勇同埋全船人嘅合拍，先至能夠取得勝利嘅。咁一個慣熟老成嘅舵手呢，就能夠一囂就過3關，咁順利出灣，有驚無險，靠嘅係機智、果敢、功底、經驗、行動迅速、當機立斷嘅。咁疊滘龍船嘅比賽方式呢，到而今呢可以分為2個時期，一個係建國至建國初期嘅單純考技比賽，第二個呢係1981年之後嘅考技加競速漂移比賽。喺1982年之後呢，開始採用競速計時計奪得嘅名次，即係規定嘅河段上呢，單船往返到終點就掹旗，時最少排列名次。呢個就係換名為龍船漂移賽，分等級獎勵，獎品就非常之豐富，越搞越新鮮。咁啊，近幾年呢，佛山傳媒集團主辦咗疊滘龍船漂移，令呢個賽事呢更加插上傳媒嘅翅膀，飛向全世界。咁啊，舊年央視已經播出係20幾億嘅播放量嘅，非常之勁嘅。咁寧可煲爛唔可爬爛嘅精神呢，亦都伴隨在我哋疊滘龍船嘅漂移大賽呢，傳播去全世界。我哋一齊為佛山加油，為佛山嘅龍船加油！